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胡适继续是特朗普行情，受美国和伊朗的第二轮会谈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影响。今天胡适我看先是低开震荡，一直在低开往下走，后来午后这个 A50突然拉升，也就是好多这个大盘股、中字头的、银行的在涨，尾盘沪指还翻红了。所以截至收盘，沪指涨 0.07%， 深成指上涨 0.1%， 创业板指数上涨 0.3%， 都呈现一个低开高走，尾盘拉高。从指数表现看，沪指仍保持高位震荡格局，沪深两市成交额2.39万亿，比昨天缩量大概不到2000亿。这个也是典型的一个缩量特征，也就是说散户现在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该加仓还是减仓，还是割肉，还是继续持股，都在赌特朗普，赌美国和伊朗他们第二轮会谈什么个情况。今天指数虽然翻红，但是对金融消费者来说却是失血的一天，因为今天3432家是下跌，上涨的只有1900家，跌多涨少，而且今天很明显赔钱的是多数。今天这个涨跌的中位数是下跌 1.2%， 也就是说一半的股票跌幅比 1.2% 要大，所以今天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不是很友好的一天。午后 A50 突然直线拉升，而且香港市场恒指期货快速走强， A 股三大指数一度全线翻红。分析人士认为，可能还是与美国、伊朗谈判一些消息有关。根据最初的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华盛顿时间4月7日晚间宣布了为期2周的停火，这意味着该协议理应在美东时间4月21日，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到期。但是特朗普周一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更新了他的说法，认为停火将于华盛顿时间周三晚间，也就是北京时间周四结束。最新的消息，这个盘中有很多新消息，也就是万斯据说今天晚上出发，就是美国时间上午去巴基斯坦，而同时伊朗的先遣队、先头部队也已经到了巴基斯坦了但是伊朗国内还在放风，说还没有同意去参加这个谈判等等，但是他的先遣人员已经到了巴基斯坦了，所以说这个机构恐怕是看好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第二轮会谈。所以这个 A50 就涨了，港股期货也在涨，但是具体到胡适这散户那完全是摸不着头脑，散户完全很被动也就是说，即便伊朗这边派人去参加第二轮会谈，又未必能谈得成，说不定明天一见面就崩了，那恐怕就是开干，这有可能到时候小散又被套住，又挨一闷棍。所以说散户是非常被动的，有些机构在积极布局，那么也就是导致成交量的萎缩。实际上今天股市走势就完美的诠释了 A 股什么叫指数牛市，最真实的叫结构性行情。首先大盘指数已经不能代表所有股票，上证指数、创业板指数只统计市值最大的、权重最高的蓝筹股。所以今天你看什么煤炭、大型公用事业等权重股护盘 A50 什么的，直接托举指数收红，稳住大盘走势。比如银行股只要稳住了，中字头的稳住，指数它就不会跌，甚至还要涨。但是其他的那个小盘股，失去机构资金青睐的那些小盘股，那就自由落体。市场数量最多的中小盘题材股大多集中在科技、AI、互联网赛道，今日集体资金出逃，持续回调。今天什么算力股还有什么水冷，这股票都在回调，都在跌停，形成一个叫权重股护指数，小盘股杀估值，指数收红，个股普跌，散户亏钱的经典局面。当然了，最主要的是，也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它是个存量博弈市场，没有新增资金进来，这个股市牛市也走了1年多了，场外资金它就是不进来。这个央行的报告可以看出来，这个存款是超速在增加，不是高速，是超速，也就是大家玩命的存钱，就是不去炒股，所以没有增量资金进来，那都是存量资金在里面。所以这个指数牛市也走得比较尴尬，结构性行情，散户想赚钱太难，你就不停的去追热点不行，追热点肯定被套，你只能提前埋伏热点，
这个极大的增加了散户的操作难度。如果你不小心踩到一只暴雷股，那就完了。对此，证券专家刘继鹏，我看他又发了个微博，他录了个视频，他就说我们要学习韩国股市，为什么？他的观点是这样，他说中国的股市牛市已经涨了整整1年了，然而对比日本和韩国股市，我们确实还有较大的差距。说日本股市在2008年也跌到了7000多点，但是现在已经涨到了58000多点，涨了8倍之多。而韩国股市也相当明显，韩国大盘指数从2025年初开始加速上行，也就是说韩国的股市启动跟咱们差不多，严格意义上可能比咱们还稍微晚一点。我们是2024年，我记得11，任泽平老师说的叫开盘即收盘，那个时候开始了是吧？牛市启动。那韩国比那个还晚几个月，韩国是从2400点突破2025年底的4212点，上涨幅度达到了76%，创下26年以来最强劲的年度表现。那么在2026年前4个月，韩国指数又从2025年的4200点涨到了今天的6200点，就是今年这4个月韩国股市更是像打了鸡血呢，一飞冲天。2026年在25年的基础上又涨了50%，那这么一对比，这胡适简直不能要了，原地踏步。他分析，刘继鹏认为，犹如韩国自身一些制度原因，比如受财阀大股东控制、交叉持股、分红率极低、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等。他说，韩国股市这次上涨之前，也跟胡适一样，多年股市低迷，就是涨不动。也就是他的意思，症状跟咱们是差不多的，就是长期低迷。但是突然为什么这2年就涨起来了？刘继鹏说，他说2024年我曾经分析过，韩国不许做空，就是韩国为了股市上涨，不允许做空，对做空者处以刑法规定。在2025年，韩国政府就推出了股市5000点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全称叫做公司价值提升计划。这次韩国政府具体推出的公司价值提升制度有分7点。刘继鹏介绍，但是人家韩国政府就一不允许你做空，第二个必须把这个指数搞到5000点。怎么搞呢？第一点，强制企业改善股东回报，也就是分红呗。1600余家上市公司都制定了年度股东回报计划，提高现金分红比例。那胡适也在干，胡适也是鼓励这个分红。第二个，对回购股票要注销，违者要进行整治。那咱们胡适不是的，胡适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票那是炒股，低点买进，高点卖出，借了钱回购股票，他可不是注销的，这个跟韩国不一样。第三点，配套治理升级，同步扩大董事的受托责任，强化董事会问责机制，加强对中小股东的保护，要求企业对股东履行信义义务，防止大股东滥用留存利润。这就是涉及到公司的治理。说到公司治理，咱们也有，咱们上市公司是有立董事独董制度，我还有独董资格证，我太了解这个独立董事制度了，就是个花瓶。那刘继鹏认为还是第三点，加强对中小股东保护，对董事会的问责，就主要靠这个人家对董事的责任比较大。那咱们还有独董有什么用？第四点，税收和资金引导。他说，一个是税收优惠，大幅降低股息税和资本利得税，将股票投资收益与工资收入分开计税，鼓励企业长期的价值投资。这个我不太清楚，现在好像咱们这个股市你要是赚了钱也不用交税，因为我好久不炒了，10几年不炒，我不太清楚。这股市赚了钱不用，咱们应该现在不用交税，交什么税？反正我以前不用交税。第五点，当然他说的是企业长期价值投资啊，企业如果你比如说你以企业为投资人去买股票，盈利了，那么在企业层面这个税收怎么办？这个我不太清楚。如果咱们这边是不是要收税？但是刘继鹏的意思是，韩国在这块税收它是要减免的，有优惠，这样就是鼓励那些企业把手上多余的资金拿去买股票投资呗，这不就新增资金就不就进来了吗？是这个意思啊。那第五点，这刘继鹏说是韩国楼市的资金转移到股市来。他说，比如像多套房想要征收高额的资本利得税，严控房地产的投机政策，导致社会资本从楼市转向了股市。那实际上这2条就是韩国股市的这个新增资金就来了。第6点就是配套的产业基金支持，
设立150万亿韩元的未来产业基金，重点投资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与股市的改革形成协同效应。这个实际上胡适也有。第7点说库存股清零，这个新规要求企业回购库存股必须在1年内注销，现有库存股则需要在18个月内清零，直接减少了股本，提升了每股收益，同时限制大股东利用库存股巩固他们的控制权。这是刘继鹏老师他整理的，他认为韩国股市为什么能涨得这么猛，是因为从这7个方面做了工作。那么其次说韩国这种显著的技术结构特征，看主要是由半导体板块做主导，特别是人工智能的爆发，推动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权重大盘股上涨。根据统计，2025年三星电子的涨幅是 125%， SK 海力士涨幅是 274%， 也就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是韩国股市的这个大象是吧？也就是定海神针。那这两个暴涨，那指数当然是暴涨。说两大权重股对大盘指数的贡献达到了 49%， 也就是一半，就是靠这两只股对指数贡献一半。这个跟纳斯达克是吧？跟美股是7枝花，对不对？7只，韩国股市就这2只。总之，刘继鹏老师认为韩国在这些一系列的举措之下，外资流入增加，本土零售投资者的活跃度上升，恢复了整个投资人的信心。从目前看，韩国股市强劲的盈利与发展动能和结构性改善的大力推动，将进一步提升韩国股市的上涨空间。希望我们的股市，就是胡适，也能像韩国股市那样走出更广阔的空间。怎么说？刘继鹏老师他研究韩国股市，我对韩国股市一点都不了解，我也不炒，不太清楚。他认为韩国股市你看涨得这么好这么快，那是因为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凭我的经验，我又觉得专家应该是只看到了皮毛，也就是只看到了表面，更深层的原因要么是没看到，要么是看到了不敢说，对吧？无非就是这样呗。这些术的方面都会学，好学。人家韩国股市，韩国的证监会采取什么措施，咱也可以学术的方面。你比如说纳斯达克、美股什么措施、什么改革，咱都可以学。问题是学来之后它就走样啊，也就是你这根本你没有学，你只学这些皮毛，就术的这一块，那有什么用？就比如第一条欺诈上市这一块，你能不能把欺诈上市这个漏洞给它堵上？你能保证从今天开始新的股票不可能有欺诈上市，能不能做得到？这个都不一定能做得到。你说前年的咱管不了了，他已经欺诈上市了，那你说你从今天开始能不能把这篱笆扎上？我估计都没人敢打包票，或者是打了包票你也不敢信。比如说业绩造假，好，你过去的业绩造假咱就既往不咎，追没法查了。能不能从今天开始，你说这个资本市场不可能再有业绩造假，只要有业绩造假，就是从上市公司到券商到会计师事务所到律师事务所，统统的倾家荡产，牢底坐穿。能不能做得到？你还是做不到啊。或者是操纵股价，那些牛散那些机构割韭菜，能不能杜绝？杜绝不了啊。那你为什么杜绝不了？人家就能杜绝。你先把这个问题搞明白。美国和韩国实际上我敢肯定也有业绩造假的，也有不怕死的，但是不要紧，你不怕死，人家真的让你死啊。你既然自寻绝路，那不要怪他。所以那样的一个市场，它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而你这样的市场，那就是叫劣币逐良币，真正的好公司上不了市。这些专门为上市而生的公司，它能上市，上完市之后它就是割韭菜。人家专门为你这个政策制定的这个公司，一切是按你要求来的，为上市而生的公司，它成立的第一天就是要割韭菜。那你说你怎么防它？你都只能事后来亡羊补牢，有什么用呢？你今天学美国，明天学韩国，看谁长得好就学谁，你根基不一样的，你那越学越坏事。你房地产学的是香港，人香港房地产没毛病，人起起落落的，没有暴雷，没有说什么烂尾楼是吧？虽然有的非常少，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健康的是吧？有起有落，但是到你这儿就出事。你个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也学的新加坡，人家新加坡不搞得挺好的吗？也到你这儿就不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下面都是豪车。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你老是去学那些皮毛那些术有什么用？这个你想嫁接，这不就叫嫁接吗？对不对？
你想嫁接别人的技术、别人的做法，那你现在你的根基，对吧？要处理好。橘生淮南则为橘，深入淮北则为枳，不就这个道理吗？我记得曹德旺说过，对不对？曹德旺说我们好的房地产，他好像说的就是房地产，还是什么资本市场呢？但是我们学的就是美国，一个字都没改，结果标点符号都没改，结果也叫四不像。韩国资本市场采取了这个7条政策等等做法，在韩国管用，但是你要移植到胡适，那恐怕又变成大股东割韭菜的利器，那你防不胜防。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强求这些专家，你就得死谏，这么对吧，也没意义。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这些，也只能从术的方面提点建议，深层次原因也不敢深扒。我们再看胡锡进老师，胡锡进老师这2天很有意思，非常生活化呀。首先，他是继续关心美国和伊朗的第2轮谈判，这个矛盾的心态，伊朗无虞，既希望美国和伊朗停火，一停火，他的账户还能涨一涨。这2人再打起来，他账户又得受损失。胡锡进老师已经领教了，伊朗到时候还没打成咋地，他的账户先受不了。所以他一方面希望美国和伊朗要停火，但是又希望伊朗不能输，等美国输才行。等特朗普逃跑，伊朗硬气，东大又麻了。最后的结论就是又麻了，他就这么个心态。所以你看，他昨天他又发了个微博，他这个微博是转发 CNN 的评论，他在上面评论，借 CNN 的之口来寒碜，来批评特朗普。特朗普他已经跟 CNN 还有什么华盛顿邮报是吧，华尔街日报什么一大堆的作战。特朗普昨天专门骂这些谣媒，如果你要看这些媒体，那我们美国早就输了这场战争。特朗普自己说了吧，实际上我们是大赢特赢，赢得非常彻底，非常干脆。你要是看这个 CNN 什么华尔街日报，那还以为美军已经输了。但是胡锡进老师偏偏从这些媒体里面找那个专门不看好特朗普的，引用他们的观点。胡锡进老师说特朗普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必须迅速扭转气氛，为美国伊朗互让一步达成协议做些铺垫了。但他习惯了反复无常。北京时间周一，关于海湾局势完全是对抗消息。伊朗传出的新闻使伊朗代表团不会在美国不取消封锁的情况下前往巴基斯坦谈判。另外，美国海军向一艘伊朗货船开火，使该船失去动力。美军海军陆战队还登上了那艘船只。这些与双方要达成协议的预期在气氛上可谓南辕北辙。过去几天，伊朗局势非常焦灼，变数重重，是特朗普一手制造了这一切。他忽而发乐观消息，忽而又搞极限威胁，在伊朗宣布开放海峡情况下，宣布继续封锁伊朗，彻底搞乱了伊朗人对华盛顿意图的判断。伊朗也拿出最劲爆的对抗姿态，进而又把特朗普逼入必须以胜利者结束战争，而对手又软硬不吃的窘境。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特朗普把不断变卦的交易手段玩了一路，但他没有做到在最后时刻向美国和全天下展现自己的控局。人们最后印象是，伊朗受了几次骗之后已经铁了心，顶格强硬，反而是特朗普面临抉择，或者做出被舆论一眼能看出的美方让步，尽管伊朗也会同时做出，或者铤而走险，迈出自己并不情愿的重启战争这一步。特朗普已经被胡锡进老师算死了。胡锡进老师把特朗普就算成你往左一步也是死，往右一步也是死，往前一步输，往后一步还是输，就是特朗普已经变成这样了。你说这就不是大笑话吗？一个打的伊朗毫无还手之力，开战的赛美军才莫名其妙死了13个人，其中有6个是加油机好像被谁自己给整下来了的，剩下的6个不知道在哪儿，是第一次袭击的时候没跑得快，大概这么死的，还没有一个是在伊朗的作战死的。就打成这样，这在胡锡进老师眼里，这就美国就输了已经。那你说到底怎么样才能赢？活捉马多罗也是输。就胡锡进老师他就完全不分析不考虑伊朗内部出了啥情况，这一切都是伊朗内部分裂导致的。强硬派和这个主和派之间在掐架，不是特朗普在掐，是他们内部在掐。胡锡进老师他完全忽视，他要是说伊朗内部在掐，那不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是不是？那不就不利于马了吗？所以在胡锡进老师的语境之下，他自动的就过滤了对伊朗不利的。那在他的这个语境下，默认伊朗是团结一致，完全高度团结。但事实上根本就不是的。伊朗的强硬派吊死这个卡利巴夫，
要让阿拉戈齐下台。胡锡进老师说，他说然而在最后时刻，人们并没有看到伊朗屈服的明显标记。美方代表团已经在去伊朗伊斯兰堡的去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路上，而伊朗方面却仍在拿架子。到老胡发稿时，消息面上仍没有伊朗代表团确认前往谈判的消息。北京时间周一深夜时分，伊朗塔斯利姆通讯社表示，尽管特朗普宣布万斯及其他团队成员正前往巴基斯坦，但目前伊朗不参加谈判的决定尚未改变。尽管老胡个人认为伊朗代表团最终很可能会去，这个咱们也分析过了，这个问题都出在伊朗内部。美国没有做任何让步，美国的条件还放在那儿，对吧？而且特朗普很坚定相信伊朗人会去谈判。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实际上就是伊朗国内两派在互相较劲。卫队希望这个主和派去谈判，但是他这个条件给的要相当的这个叫强硬。那主和派这些改革派，他不愿意拿着这个条件去跟美国人碰壁，你自讨没趣，不就这么个事吗？所以双方都在较劲，都在唱高调。而特朗普这边人家底线画得很清楚，不来就炸，你们自己看着办。所以最终还是扭扭捏捏，还是要去谈的。这个不是特朗普在变，这是伊朗国内两派在斗争。负责谈判的回来，不管谈个什么结果，回来都是卖国贼，都是投降派，都要挨骂，都要这个，说不定还要上断头台。你说谁愿意去吗？而胡锡进老师他把这一切都认为是特朗普反复无常导致的，他一个字他不分析伊朗国内出了啥事。胡锡进老师又代表全世界，他又再一次代表全世界，他说全世界已经看出特朗普无心恋战，他一再声称达成协议指日可待，这暗示结束战争已是他最终安排。他本可以一直说狠话，在最终达成协议之前不露声色，但是他必须照顾股市和油价，他要提前消费战争结束，将油价和股指控制在政治上可接受的范围。他大体上做到这一点，但是也暴露了他受经济挟持的虚弱。说伊朗人显然看透了他这个弱点，所以德黑兰敢于来硬的，敢于进行非对称的坚持。看来特朗普真的希望亲自前往伊斯兰堡参加仪式的签署仪式协议，与伊朗领导人见面，发表一个传闻中的伊斯兰堡宣言。有可能双方真的谈得差不多了，但是伊朗对美国毫不信任，特朗普又想在最后时刻额外多捞一笔，这就是他充分胜利叙事。伊朗人的确没有理由信任华盛顿，他们会担心特朗普政府把一些虚的东西变成对伊朗接下来实际损害，他们防范心很重，所以缺乏信任有可能成为非常实际的阻碍，让双方就是捅不破最后一层窗户纸，甚至让煮熟的鸭子先飞了。这个胡锡进老师到现在还在许愿伊朗要硬起来，千万不要倒下，不要跪。特朗普是纸老虎，特朗普扛不住了。这种许愿式的分析，这就是忽悠伊朗的革命卫队继续拿脑袋去接这个特朗普的炸弹。你看看是强硬派的脑袋多，还是你特朗普的炸弹多？特朗普不是美国炸弹已经不够了吗？对吧？美国现在已经才打50天，没有弹药了。但是伊朗的人头还是很多，强硬派的人头多的是，对不对？事实上是美国特朗普没有做任何让步，伊朗的代表团也要最后一刻一定会赶到指定地点去谈判。至于谈成什么结果，那是另外一回事。伊朗人没有这个底气说不去谈判，只不过还在讨价还价。最后一刻，因为他们已经算好了，万斯是明天早上几点到达巴基斯坦。那毕竟人家伊朗离着近，伊朗到时候提前打个提前量半小时，人家赶到了，不就完了吗？所以他现在还有时间在这磨叽，在这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的，直到最后一刻是吧？他们跑得比谁都快，大家都想上飞机，因为都去了巴基斯坦，好吃好喝的，对不对？你现在伊朗被炸成这样子，他们确实物质上面也比较匮乏，又加上这个美国的封锁是吧？这么多天了，所以说能去伊斯兰堡，在那儿安心的睡两觉，吃点好的，去放松一下，比什么不好？所以都想去，但是得装着要强硬。胡锡进老师这个时候又忘记了中东小霸王，人狠话不多的内塔尼亚胡。无论美国和伊朗怎么谈，最后达成什么样一个协议，以色列这儿还没完呢，对
对吧？这个人家铁了心，这一次一定要把伊朗搞成无核，对吧？零浓缩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没有这个远程导弹，没有地区代理人武装。对以色列人来说，对内塔尼亚胡来说，这个可是一个不能说千载难逢，那绝对是几十年难得的一次机会，绝不容错过。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